不过我现在有点担心，你说我老老实实的开个中餐厅分店多好，又有经验，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搞得焦头烂额的。如果您厨师还没有人选的话，我可以介绍合适的主厨。你认识这方面的人？我也来学过，你以前喜欢烹饪？算是兴趣爱好吧。但是我都好久没去上课了，我荒废了。为了工作赚钱，好多事都荒废了。其实爱好和赚钱不矛盾，结合起来就行。哎，这样，等我新店开业了，你来帮忙。在这儿还有工作呢，再说我也不专业。这些都不重要，最难得的是兴趣和天赋。而且，你有稳定的工作，我也没让你辞职，你就当是周末没事来玩玩，做个兼职。周末我也在这儿上班，突然不来不合适。好吧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我是诚心的。送你。好啊。想到你也是挺作的啊。我不作，他作，是他。我刚发完毒誓，他就又开始作妖了。我发的是毒誓，是一辈子都嫁不出去啊！你呀，你就别找借口了。这搞不懂你这个作的点。这现在吧 ，Matthew 呢明明是单身，他也是真的对你动心了，哎，你还卡住了，搞不懂为什么不接受。真没想到你是牙医，以前还有这个兴趣爱好。随便坐。那你以前是女朋友啊？那我先走啦。好，谢谢。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:40，食材不要了。心里堵得慌，得用宵夜通一通。你真的很烦。我给我妈买了个新手机，让她学上网。但是如果我亲自送呢，我妈肯定要骂我乱花钱，让我退货。我就说嘛，怎么一觉就出来了？我真把你想的太单纯了，原来你也这么功利。哎，怎么办呢？能有这个面子的除了我，还有谁？是吗？来，为我们互惠互利的友情干杯！也有。你好，艾小姐，打扰了。听宇阳说你们公司的鞋子很好穿，能不能麻烦你？
光临！哎呀妈，吓死我了！我的天哪！你今天朋友结婚啊？这位是叶小姐。你好，叶小姐。叶叶小姐要买几双鞋，小美你帮我照顾一下，记得给我们会员的最低折扣。那多不好意思啊。哪里的话，要感谢叶小姐照顾我们生意才对。叶小姐，那我带你来看看我们这边新款吧。宇阳因为你跟我分手了。你可能想说的是，他不愿意跟你复合。我一直觉得不公平的是，我明明跟他分开还不到2个月，怎么他的心就被你捷足先登了？你们的感情，我没有发言权，但他在我心里已经10几年了，你会不会平衡一点？我找到原因了。什么意思？总是会有点补偿心态，从下一段恋情去补偿上一段恋情的缺失。之前是我不愿意迁就他的步伐，跟他一起回国，所以他现在就找到了一个对他亦步亦趋的女孩来补偿。这句话换作从前，可能会伤害到我，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已经无用了。叶小姐，我虽然对你了解不多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优雅的女人。我们努力提升自己，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，不是为了有一天为了争男人而互相贬低的。你和他之间的事情与我无关，我并不想听。看来你真的很在乎他。叶小姐，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，也没有什么权利可以改变别人的想法。如果你非想把我当成假想敌，那就随你的便。啊，还有，我们公司的鞋子确实很好，谢谢你对它的喜欢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的微信不是微商，如果你想买鞋，可以去店里或者网购，不需要通过我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我现在能跟你分享的一点经验是，不要卑微，不要太委屈自己。再好的男人，都不值得我们刻意讨好。如果我说你今天见情敌，真的有点太用力过猛了。刚开始摸不准对方的脉嘛，有备无患，起码气势上不能输的。行，那你快说说，你今天都怎么撕的人呀？没死，我呀还给他扶了扶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都听不懂？你现在不懂，以后遇到这种情况，该撕撕你的。陆先生你好，这是我们老板送的。他在店里吗？刚刚来了又出去了，他说别打搅你们，直接给你免单就行了。好，谢谢啊。老板，啊，水果，个朋友。你现在朋友挺多呀，你现在行啊，闯荡江湖啊，这位 Sir。哦，是不是上次那吃个？东西。你是不是特想勾起我的好奇心啊？哎，我就是不上当，哎，我就是不问。就一个朋友有什么好问？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。金格里亚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再见。不花钱，美美，多吃点。消肿了，
帮我预约拔牙吧。好的，今天谢谢你请客。应该的，过几天餐厅硬装结束，你来帮我验收吧。好的。上次说的事情，你也好好考虑一下。是我朋友开的诊所，不好意思提辞职，见谅。你平时做牙医，兼职还做牙医，这跟1周7天上班有什么区别？你就当周末来我这儿找点乐。我很喜欢您的餐厅，我会尽量多抽时间过去的。那不成纯帮忙了吗？我可不愿意欠你这么大人情啊！你不知道现在人情债才是最难还的吗？都是朋友，这么说就见外了。你怎么没告诉我今天要走？还是别人告诉我？我告诉你还有意义吗？你又不会让我留下来。再怎么说我们是朋友，我当然是想送送你，希望你一切都好。我这次回来最大的收获，除了认清你之外，我想就是认识艾小姐了吧。你们要不是你，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。你们现在也可以做好朋友啊，我不介意。你真的很自私。艾小姐说的没错，再好的男人都不值得让我失去自我。美国的工作我没有辞职，我只是放了一个长假。照顾自己啊！你把箱子给我吧。我想告诉每一个爱上你的女孩，不要对你那么好，因为你只爱自己。你从来都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换位思考，你永远只顾自己的心情，从来不管是不是会给别人带来伤害。在工作中你是甲方，你就以为在生活里、在感情里，你全都是甲方。现在是快问快答，勺子转向谁，谁就答，答不上来罚酒。罚酒，我来转。哈哈，丁总，丁总，轮到你了，回答。认识我们小艾有多久了12年。哦，青梅竹马呀！真诚一点好吗？12年前你认识我吗？认识啊。是我认识他12年了，他认识我40多天吧。
好，我再转。哎，哈哈，小艾，哎，等一下，不能老是你们乙方提问啊！来，上。就是。艾总，你是不是跟我们老大在一起啊？我刚刚一直都在。我们没有在一起。对。我喜欢艾总，我在追求他，他还没答应。丁总太可爱了，捧我了。你要是这么喜欢开玩笑，我可就当真了啊。伤心的人爱听情歌，用笔。第一，被暗恋者的优越感让我飘飘然了，以为自己是选择者，你是被选择者，没有给你足够的尊重，觉得追你很容易，甚至不需要追，只要点头同意就行。这对你来说可能是施舍，所以我得向你道歉。第二，我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和心情，觉得你暗恋我就理所当然，无论什么时候、什么情况，都应该接受，这是不对的。两个人感情里没有甲方和乙方，我们是平等的，这是原则，应该也是你的底线。第三，谢谢你曾经喜欢我那么久。我呢，不像你那么幸运，
才刚刚认识你1个月，但是你真的让我动心了。小爱同学，我喜欢你。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是认真的。希望你考虑一下，给我个机会。你这还差不多。这个不错吧？看看。怎么样？我觉得咱们还是再看看吧。再看看。我觉得那个桌子不错，可以多选。来，在这儿看看。所以还是得定制啊。对，你也可以尝试一些年轻的设计师的品牌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地太滑了，你把车钥匙给我，开车过来接你。谢谢。是。你的西餐老师如果推荐大厨的话，最好能是法国人。中国人也能做好法餐。关键是中国人并不认为中国人做法餐能比法国人做得好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懂。喂，我在老家海边发了毒誓，你还记得吗？我都说什么？你怎么了？突然跟我说这个？我可是第一个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许笑话我。我跟宁宇阳在一起了。哦。在美国回来之前就已经分手了。他能这么说，表示他很尊重你，又一圈，是认真考虑过你们这段关系。还是深陷一层层，恭喜你啊！一团团自我催眠，愿望终于再实现了。次被反复打乱，或许早乱成习惯。可不那些你不用在意，不要再放在心上。好。想一遍再一遍，太为难，难以挑选，一段段，一片片，没办法判断。继续被勇敢欺骗，心难免感到不安，错把习惯当作了答案。还没有到时候，就差那几分钟，情绪在酝酿中，平静的接受，不奢求，等流的泪酿成酒，我们举杯问候，从朋友到一男人失恋不就这几样吗？ Love you。我
不想说就不说。来，喝酒。每分钟是中间，也是终点。两颗心，一条线，画风很简单。这次不会再拐弯，剩下绕路的时间，直接走到彼此面前。还没有到时候，就差那几分钟。情绪在酝酿中，平静的接受，不奢求，温柔的力量成就我们举杯问候。从朋友到一句 Love you。还没有到最后，需要时间感受。哥，我已经帮你拿了。停在进化中，留下。你给我坐下。不讲究，从浓眉已久的自由，走到毫无保留。从爱了很久到彼此拥有。从爱了很久到彼此拥有。了解失败，真相太赤裸裸，狼狈比失去难受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紧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忘了？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，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，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，求我原谅，抱得我都痛。我记得你在背后，也记得我颤抖着，记得感觉汹涌，最美的烟火，最长的相拥，谁爱得太自由，谁过头太远了，谁走到谁就是我，谁在乎自己。气质美女，哎，美女，一人在门口，到我房间，陪我喝酒去。喝多了，赶紧拿。走吧，走吧，到了。哎，我没喝多。你干嘛？你放手！哎，喜欢你这淑女，干什么？哎呦，哥，来一小鲜肉，哎，多我一个呗，我不介意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哎，我喝多了，我给他带走啊！哎，别闹，别走！哎，我真的，我让你翻手3番！你他妈找死啊你！我打咋了？找死！喂，妈，怎么办？出事了！我哥和人打架进派出所了。谁？你怎么走？放心吧，一会儿有人来接我。你先走吧，朋友还等着你呢。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谢谢你为我打架，很失望吧？男人不打几场架，人生不完整。恭喜你打赢了。大家给我发微信。拜拜。拜拜。
你这个新朋友交的真是厉害啊，都把自己交进派出所了，你就这么缺朋友啊？你说呢？刚才人家跟你打招呼，你怎么不理啊？哥，你就别说话了，还有来有回的。哼哼，你哥呀早就这样了，我说一句他有100句等着我。你那个低调内敛、安静秀气的哥已经没影了，就着大米饭给造了。我大半夜来派出所捞他，就换来这么一个认错的态度。行了，我知道这次是我不对，我太莽撞了，保证下不为例。认错态度还行，你别生气了。但是我不后悔，反正这一架早晚要打，我还打赢了，心里边挺高兴的。哥，你这脑子是不是也被人家给气坏了呀？你再给我露出这种迷之微笑，你信不信一脚刹车把你弹出去啊？大半夜回家跟人家去 K 歌啊？夜生活还挺丰富啊，人家都退出欢场了，你倒好，开始心痒痒了。坏孩子的天空，哦，你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是吧？终于，我也是下了班有约会的人了。暗恋多年，修成正果。啊，这种人生赢家的感觉真美妙。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约会。抱歉，我让我助理定的，我跟他说找一个浪漫点的地方，没想到 Mark 还有一颗少女心。好吧，既然我们来都来了，那就坐一会儿吧。说起少女心，我以前还给你折过1罐子的幸运星。不是我显摆啊，这种东西我收太多了。去，幸运星、风铃、千纸鹤，我说真的，我觉得毛票蝶的飞机轮船啊更有收藏价值。我送的不一样，我的每颗幸运星上都写了一个愿望。那你可以回去看一看，说不定啊，上面写着一起做旋转木马。有生之年，让我带你把你的愿望一个一个实现。轻熟悉的回报感，此时此刻，曾经的每一份心酸，每一丝痛苦，都化为甜蜜。每一点付出，每一颗坚守，都有了意义。哎呀，我又没过，没体力了。哎哥，你送我个金丽萍呗。先吃饭，一会儿给你送。哥，不是让你先吃饭吗？你叫什么？不是，你快看一眼曼曼姐新发朋友圈。果然是跟心机男神，明明牵手照你在他之前，这也太虐了吧！要不你把朋友圈给关了吧？天呐，你这阳光灿烂的正能量精神，到底是真的呀，还是演的呀？
以后不用再送我上班了，不顺路又这么折腾。好，你还有什么相处方针啊？一起说了。顺其自然，遵从内心，不要再安排什么浪漫的恋爱项目。好，就只有我们2个人，好好的、真诚的、用心的，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对方，就足够了。好，你说的每一句啊，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，特别赞同，特别欣赏。我们连爱情观都这么一致，真好。好，盖着。哎，上次咱俩在这个病房打赌，我赢了吧？哎，我怎么就没给你赌什么呢？要不你请我吃饭吧？哎，淑妃啊，哎，去香港进修的名额，院里已经跟集团申请了啊。种植方向，我就希望挺大的。哎呦，太好了！你这是情场失意，职场得意呀。主任，这事儿我还没太考虑好。不是这你还要考虑什么呀？我没想着离开北京，就走1年，又不是回不来了，你整的像撇家舍业似的啊！您上次不是跟我说有儿童牙齿方面的课程吗？你学这个对你将来收入提高一点帮助都没有。种植多好啊！陆医生就是跟领导客气客气，其实心里高兴着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这样，你呢再考虑考虑啊，过过脑子。哎，我劝你啊，别犯傻，别因为感情把事业耽误。一个忠诚的男人啊，在女人眼里看，那不是优点。一个只爱女人的男人，说明他没本事，女人不要。要不怎么说，男的不坏，女的不爱？我看您转修心理得了。你看，你不信，不服气，那咱俩接着赌。我告诉你，你根本不懂女人，你对她永远忠诚啊，她就知道你永远不会离开她，她就永远不会珍惜你。那要是为了故意让人难受而选择离开，离开的那个人不才是不自信的表现吗？哎，我劝你啊，到香港的时候进修一个心理学得了。我大学的时候辅修过了。路飞哥，哪天有时间啊？我想约你。我才知道我现在的工作是你介绍的，想给你颁发一个最佳前男友奖。这周末一块儿去超市吧，想吃你做的鱼羹了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好好吃啊。没你做的鱼羹好吃。你再把鱼羹的做法发我一遍，越详细越好。到了，累了就早点休息。我现在还不能睡觉，我还没有卸妆。怎么卸啊？步骤是什么？你听这个干什么？你今天带妆了？技多不压身。好吧，首先呢，你要有一片化妆棉，蘸上眼唇卸妆液，轻轻地敷在眼睛上，等待30秒。
然后呢？然后把化妆棉翻个面儿，擦去口红。然后呢？然后挤上卸妆乳，均匀按摩。卸妆乳在这儿啊。好了，用化妆棉擦去卸妆乳。你现在看到的，就是最真实的我。还是很好看。你这是对我化妆技术最大的侮辱。有人给卸妆的感觉啊，真好。下周3记得复查啊！哎，好的好的，好好刷牙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啊，拜拜。哎，陆医生，这海报你要不要拿回家收藏啊？给我，我要收藏呀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路飞哥，我的最佳前男友。哎，我这八卦的心，你俩很好。告诉你，晴晴要订婚了。真的？嘿嘿，我说见面，你说嘿；我说见面，你说嘿。哎呀，青青啊，就这么把自己交代出去了，不再考察考察了？还考察什么呀？青青都说了，她男朋友啊对她特别好。考察考察，有没有更好的？徐医生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不好意思问你。啊，你说，你跟嫂子是不是包办婚姻啊？为什么你那么不相信人间有真爱呀？我说了，你们肯定不信。哎呀，这个女人不要太爱我，不要太崇拜我，哪里都好，就是这个缺点，太爱我了，爱我太深。我告诉你啊，修医生的绝对是包办的。青青，忘记告诉你了，我还邀请了若曼姐。哎呦，老同学来了！哎呀，欢迎啊，欢迎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来，喝一个吧。来，喝一个。青青说她要订婚了，是啊，会不会太快了？我们管不合适吧？不合适。哎，我的歌来，麦呢？快，来，若曼姐，你跟我一起唱吧。
好。多久了，我都没变，爱你这回事，整整6年。喝一个。你最好做好准备，我还有打算，停止一切。想说我没有志愿，也没有事情好消遣。有一个人能取来，多珍贵。没关系，你也不用给我机会，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。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，撑得下我的优点。没关系，你也不用对我惭愧。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。随便你今天拼命爱上谁，无所谓。若楠姐，我订婚了。恭喜啊！看来你都想清楚了。我男朋友他比较想定下来。你跟路飞哥，你们俩都是想太多了。人生有时候需要懵一点，你们需要有人推你们一把。若曼姐，我跟你说过吧，路飞哥，他其实你们俩还唱吗？不唱的话切歌了。唱，我要跟我前男友一起唱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你怎么走？我开车了，上车，我们路上说。不用了，我有一个朋友一会儿来接我。啊？到了。这么晚叫你出来，给你添麻烦了，不会打扰到你和家人休息吧？不会，我在店里呢，正好我也很久没有游车河了，就当放松了。在不久之前，我有一段很不成功的恋爱，对方是一个小女孩，因为不了解我，所以喜欢我。后来，
好在她现在已经怎么了？有了新的男朋友，就快要订婚了。那挺好的啊。啊，你应该挺替他开心的吧？是啊，不只是替他开心，我自己也在这段感情中得到了很多教训。什么教训？难道是不愿意轻易开始一段新的感情？是，因为伤害一个人的滋味太难受了，尤其是对我很好的人。我觉得你没有伤害到他，是他自己的期望值伤害到了自己。至于对你很好的那个人，你只看到了他的付出，而没有看到他的快乐。其实，不计回报的付出是很快乐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血呀。我知道上面写着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怎么做？生吃啊。新鲜的鱼羹呢，要用新鲜的黄鱼来做。这条已经冻死了，没有营养了，快放回去。哦，其实我做饭呢也是时好时坏啊，有时候发挥也不是很好，所以不要介意啊。吃不是目的，重要的是体验家庭生活的温馨。说对了，我也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，吃不重要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再买点菜。下一位就是您了，陆医生说，请您稍等一下，他知道您来了。好的。大夫，大夫，怎么了？喝着了？孩子嘴烂了。我看一下。赶紧坐在这儿，快去叫医生。好，快坐下，坐下。满口血啊！嘴烂了，宝宝别哭了。大夫，孩子自己在边上玩，从楼梯上滚下来了。不哭啊！叔叔看看叔叔看。没事，不严重，交给我吧。没事，让他处理啊。不是啊，我真不啊，叔叔帮你看着。政府，彩椒啊，菠菜，事到如今，我只能凭运气了。什么情况？变成美人鱼了吗？没事没事，鱼还活着，马上就可以开饭了。
孩子前2颗门牙有点松动，不过你别担心，照过 X 光片没有根折的迹象，现在已经做好牙齿固定了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里边的伤口也给缝上了，只要平时注意保护，应该不会留疤。哎，好，谢谢大夫。您共消费2349元。多少？2349。你们这是什么医院呢？这太贵了吧？我们这里不是医院，是高端门诊。我以为这是第一个医院，我就近我就跑进来了，我不知道你们这儿这么贵啊，我没有那么多钱呢。打个折吧。可他又不是会员啊。你用我的员工折扣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夫，没事。打完折的价格是1849。1800。你们这是什么医院呢？这也太贵了吧！这位先生，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你没有搞清楚啊，孩子永远是第一位的，对吧？公立医院你可以去，但你要排队挂号、排队看病，你就这么忍心让孩子疼着、哭着啊一下午吗？是啊，您这又想要我们的服务，还想要公立医院的价格，哪有那么多好事儿？哎，老肖，我看他是真不知道，你就通融这个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里是诊所，不是慈善机构。如果在这儿看病，像是公立医院一样，只收100-200块钱，连房租都付不起。孩子爸爸，你身上有多少钱？是。行了，够了，不够我补，你赶紧带孩子回家吧。合适吗？以后好好看着点孩子。哎，快走吧，他一个人在哪？谢谢你，谢谢大夫。算我的吧。我一会儿把钱给你啊。你就把这做好人好事的机会留给我吧。你技术不错，拔智齿一点都不疼。等过段时间，我去把这边的智齿也拔了。你们诊所的售后服务不行啊，医生连个笑脸都不给。晚上吃什么？喝点粥吧，温的。我问你呢，多大点事儿啊，至于这么晕？怎么生起气来跟个孩子似的？朋友之间啊，不一定适合创业。创业理念和友情应该分开。平时那样就算了，特殊情况就不能通融一下。开店做生意，这个口子可不能随便开。开餐厅跟开诊所能一样吗？哦，那客人来吃饭没带钱，可以请他走。那医生能让患者走吗？你们医生是给病人减轻痛苦的，可我们开餐厅是给客人带来幸福感，殊途同归。怎么说不过就跑啊？你3岁啊？5岁了。心情不好就得吃点甜的。我怕得糖尿病。天都快黑了，能不能开饭了？我都快饿死了。快了，快了，马上就好。简单做2-3个菜就行了，不需要大餐。哦。这就是你说要做的蒙布朗蛋糕，栗子的。我先做出来，你尝一下。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，以后可以作为你们店里边的一道甜品。是我们的店，你算技术入股。你刚才不是还说朋友不适合一起创业吗？那以后
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记得这么清楚啊！我帮你吧。你也会做蛋糕？我说我出过烘焙的书，你信不信？真的？你还出过书呢？怎么不信啊？我还做过美食记者呢。多有意思的职业，后来怎么不做了？啊，杂志社有领导，有人管着，不自由。所以你就